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20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国民党为苗栗的河真草落石头牵着车，那台中的台湾大道积水是阁真串流，有学生囡仔行到跋跋倒。上大雨有3项帮受影响，中型的飞行机若亲像去雨雷公卡着，赶紧降落伫桃园机场，目前正在修理。今年 APEC 美国主办，美国有将近2连署呼吁美国邀请咱总统蔡英文去参加领袖会议。先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方面到位，对昨昏要暗开始就单雷公落大雨。那今日早起，气象局是有针对西半部大部分的县市发布大雨，甚至大水雨特报。那伫苗栗的山区，阁有超大水雨特报。早起的雨水拢是集中伫中部以北较济，也毋过即马方面已经豆豆向南边煞，下晡开始往南部会落大雨。方面通过台湾带来雨水，台湾各地头的民众拢真有感觉，尤其伫早时中部以北上明显。针对台湾西半边的大部分县市，气象局也发布大雨，也有大水雨特报。甚至伫苗栗的山区，阁发布超大水雨特报。中部以北到东北部的这一带呢，累计的量值呢，局部都是有来到50毫米以上。那甚至呢，我们在新竹、苗栗，还有在台中、彰化这边呢，则是降雨最明显的地方。中南部的这一带，未来的在今天白天的趋势呢，会是有一些逐渐增大的情况哦。那这样子的雨势呢，大致会持续在今天的白天一直到晚间左右。那晚间以后呢，整体的降雨会逐渐的减缓。雨水当咧豆豆往南部去，南部下半天就会明显有雨。针对中南部酷旱的状况，气象局表示，虽然下晡雨水就会到位，但是一摆春雨可能要是真恶完全解决酷旱。鲤鱼潭水库收益最大，大概可以回应500多万吨。目前枯水期状态下的这个中部以北的地区，是带来的非常好的这个解渴的效果。南部地区水库主要的集水区只有零星的降雨，还没有比较足以令人振奋的降雨量。气象局估计21方面就会豆豆离开，各地会有局部阵雨，春中南部甲花莲台东半暝可能有大雨。另外，25受到另一波方面甲东北季风的影响，会阁开始有雨。也若伫关岛东边的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气象局表示，24点钟以来有机会变做轻度风台，但是对台湾袂有影响。记者郭兆水台北报道。方面，我今对昨下晡开始就单雷公上大雨，嘛有3个飞行机帮受影响，包括中型航空有2帮，新武航空有1帮。中型的飞行机佮那亲像去互雷公卡着，赶紧降落伫桃园机场，加载拢无人员受伤，目前飞行机正在修理。早到暗时啊，雄雄出现一个死呐，空中是规个照甲光光，雷公直接卡伫咧台北101的头壳顶，有网友真好运，拄好有录到迄当阵的画面。不过昨昏全台湾雷公死若是拢无休困，就连机场的起落嘛受到影响，也有房机受到雷击。如果他刚好在机舱附近的话，其实乘客会听到砰的一声哈，那其实是不会有什么摇动，有雷击的情况，或者是甚至本身这个有飞机本身有些电的情况产生的时候，都会利用这个静电的释放装置把这样的能量释放出去。所以基本上本身来讲哈，发生雷击的时候，对机上的这个乘客们应该是不会有任何安全的影响。中央航空证实。早到有2架为香港飞去台北的客机，伫路途当中，那像是受到雷击。加在有平安降落伫桃园机场，由机务人员进一步来检修。另外，新武航空嘛有飞行机为台北飞往曼谷，伫起飞的过程当中，拄好去互雷公撞到，最后有顺利降落伫曼谷机场。检查了后有正常派飞。道政技师指出，虽然机身受到雷击，未有伤大影响，也若航线的选择一定会闪开红色的铝箔包。如果你油量够，你可以选择不要先冒险去穿越哈，因为我可以等一等嘛，看看这个天气状况会不会消散。可是当你油量不够，或者是你必须要落地的时候，你就得要赌一下你的运气，就要选择一个比较安全，相对来讲比较安全，或者是雷雨状况没有这么严重、激烈的地方，做一个穿越的动作。那伊若拄到方面来，全台湾雷公雨的天气形态，郑技师表示，会照飞航情报区机动来调整航线。另外，因应今仔日早起，苗栗往回台中这段落大雨。经过雨区的列车，高铁嘛会采取限速来通过，确保营运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入春以来上强的春雨，伫新竹是露出灾情。新竹的竹北市中华路一搭工地，因为雨水伤大，规个全放去，这是影响边仔的一个社区。这个社区的民众赶紧撤离，即马嘛去追究工地业者的责任。建筑工地土石规个骨洞放落来，因为受到入春上强春雨的大雨冲洗之下，新竹竹北中华路一个建筑工地土石19暗规个骨洞放落来，也将阿摩托夹起的围墙啊冲害。阿摩托规个冲至附近的大梅里一个社区，居民规暗拢真惊吓。因为我们也有怀疑说，这样要是说大雨了，或是怎样很危险没想到昨天真的发生的，很恐怖啊！咚一声，连我们这地板都震动屋内的地板都会震动，结果我们才发现它整个垮下来了。为了影响社区居民安危，竹北市长郑朝峰甲团队19下晡暝啊，赶到现场接压情况，警消警员到场进行灾情查捕，佮围起封锁线警戒。初步判定，今晚年雨势造成土壤含水量伤悬，工地土石骨洞规个拢造成灾害。现场为建筑工地土方堆置土堆，用水泥块围住，因泥土大雨冲刷下，造成泥土滑动掉落情况。现场已为警戒线。关了大雨继续造成灾害，为了确保住户安全，公所人员控制附近土石流灾害的住户到旅馆安置。因为灾害造成路顶损害，县府会尽速修复，也会厘清追究土石业者的相关责任。记者综合报道。雨面到位，苗栗的雨真粗。今日早起6点外，大雨苗伫62线1.6公里的所在，复兴桥边有轿车予落落来大石头去击着，加载驾驶是轻伤。伫南庄的东河川连外道路，苗21线嘛因为雨伤大，路崩去，规个川今日是停班停课一天。根据气象局的资料，到今日早起10点，6点钟内累积雨量雨路上济前3名拢伫苗栗。为感受的面内底有看到一台桥啊，落大雨都要驶过，规片山壁土石煞向向放落，规桥啊是当场互地扁，加在驾驶敢若受到轻伤，家己有走出来。整个车顶有压到头，所以他头有会痛。那个石头看了就很大。20透早6点左右，苗栗县的大雨落大雨，这台桥啊经过苗62线1.6公里，泡石段的步行桥边啊，去互落石陷甲变形。警消赶到现场经交通管制，避免伤害搁再扩大。另外，伫南庄的东河川，嘛因为大雨造成苗21线部分路段崩山，连外车路断去，全川是停班停课一天。现在沙石又下来，等于又增加道路的危险所以说不敢贸然的开放。东河川船长表示，目前也会当往北护卫城竹北部迄边出去，毋过山区继续咧落雨，提醒村民非必要就莫出门。也若伫苗栗市区的国华路地下道，嘛有积水严重，暂时封禁。毋过也是有真侪车要冒险，硬要驶过。根据气象局资料，到20透早10点为止，过去6点钟的雨量统计，前3名拢伫咧苗栗，其中泰安乡的长桥中秋道路有290.5毫米，已经落到超大水雨的坎站。气象局提醒，苗栗山区也是有可能继续落局部的大水雨，也是超大水雨，民众都要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中部雨水嘛真高，而且嘛露出灾情。台中的西屯路过门呀，冲入别人的店头，也若是红光科技大学头前的台湾大道，是因为积水的关系，水阁真窜流，有学生囡仔是惊到跋倒。伫彰化的鹿港，因为落大雨，即马天后宫甲老街嘛拢淹水。店家无用地咧清理，门口的路果门也是清袂完。台中20号透早落大雨，西屯区东大路、西屯路一带出现泥流，冲入去路边便当店，现场是乱七八糟。店员是专门动员清理环境。5、6点以后，它从上面的那个水流下来了嘛，就冲进来，就冲进来啊！那冲进来就直接冲到后面了，就是把里面清一清，这样子，不然你没办法。
大雨让台湾大道变成滑水道，学生过马路去真强的水势冲倒，伫咧涂骹练几落年，骑机车也寸步难行。校方讲瞬间的雨量伤大，致使校门前排水系统无法度消化，有协助学生脱困。被冲倒，我们赶快一个个去把人给救起来。因为瞬间的那个暴雨太大了，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排水系统没办法消化，所以那个水量很大。其实我从台湾大道沿线过来都是这个样子。彰化县鹿港也传出灾情，包括知名的鹿港天后宫、鹿港老街，也有鹿港国中附近的道路拢出现淹水的状况。公所是赶紧来调度抽水机。下大雨没有这么淹的这么严重，这次淹的比较严重。你讲这差几点开始淹的？5点多就淹水了。原本抽水站这边有3台抽水机在运作，目前也加开到4台，甚至于在工会堂以及永强街部分也加开了移动式抽水机在运作中，那陆续在积极的处理。一暝大雨，台中彰化陆续传出灾情，苦旱打过，各个面临淹水的状况，地方政府是全面戒备，民众是心情真复杂。记者台中彰化报道。顺风阿伯来进前，久无落雨，中南部是长得欠水。屏东市的海防地区因为地下水较充足，所以长期以来是无啥咧接水道水管的。全屏东市水道水管接管率有9成，也毋过伫海防这个所在是敢若5成8。也毋过一届考旱，当地竟然出现40年来头届抽无地下水的情形。拍开水道头拢无水，住伫屏东市海防地区信和里的钟太太讲，已经4天抽无水。水来啊，水来啊！还有即号抽水某大接地下水的管线已经切断，因为抽无水，这4天开1000外块来买水，也是厝边驶过车帮忙载田内底的水应急才解决。当便所啊！抢便所？为什么？有水啊！有水真好，对，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就希望赶快自来水要赶快进来。那是落来啊！落来。那无落来，我。海防地区当年地下水真济，居民拢来使用，但是当着这个打扫，嘛，互海防地区信和里出现40天来第一届抽无地下水的状况。虽然全台湾陆续咧落雨，屏东市嘛伫19号下晡落雨，毋过雨量无中部遮尔济，第期内底恐惊还是无法度解除着欠水的现象。久旱未雨啦，也大概有将近数百个日子我们都没有下雨那导致我们的地下水的水源不充足。前往时在屏东市长周家琪讲，为了提升着自来水的普及，公所专案核准唔免收路收费，加上目前水公司咧办理延广的工程，呼吁当地居民赶紧来申请。只要这个工程还未完工，开铺着路面进前，还阁会附申请。记者王刘婷、柯正俊屏东报道。政治的消息来关心，今年 APEC 由美国主办，美国有几个众议员即马是联署，写配合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呼吁美国爱邀请咱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去参加 APEC 领袖会议。咱的外交部长吴钊燮是强调讲，咱会和相关的国家进行上好的协商和安排。那即阵美中的关系嘛有较紧张，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就表示，美中冲突有可能会成做台海的导火线。And you want to stop Xi Jinping from invading Taiwan? Put a gun in every Taiwanese household. Have them defend themselves. Let's see what Xi Jinping does then. 台海议题受国际关注，甚至成做美国总统参选人的政见之一。要台湾人有情来对抗习近平。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伫国会进行施政报告的时阵指出，新加坡严格奉行一中政策，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过台海情势紧张，而且各方一直拢有动作，产生误判，还有意外风险长伫牙关。But the most dangerous flashpoint of all is Taiwan. Enduring enmity and bad relations between them will be very costly for both and will mean big trouble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外交部长吴钊燮对李显龙的讲法是表示尊重，也认为讲和台湾家庭有情是参选人个人的意见，无要做评论。美中的关系紧张 ，APEC 今年轮到美国主办，美国21个众议员最近联署写配合国务卿布林肯，呼吁美国应该邀请总统蔡英文参加 APEC 领袖会议。经济体的这个领袖的会议，那我们也会跟其他的国家来做最好的这个协商和最好的安排。吴钊燮无否认这个可能性，不过5月份就要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有外国媒体指出，台湾恐惊连续7年无法度参与。
外交部表示会拍拼到上尾，卫福部长试水员嘛亲身带团去日内瓦，争取国际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明年嘛要选立委，无党籍的立委林昌佐放弃连任，所以今仔日媒体人吴美仁宣布要以无党籍的身份去参选台北市中正艋舺区的立委。伊强调讲，伊和每一党拢有直接，也毋过伊重视的是议题，毋是政党。若共一个选区嘛有意思想要出来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曾小平，伊是认为讲，吴美仁参选对国民党的影响较小。若民进党的吴佩益，伊是强调，伊伫遮经营真久啊，伊相信选民会甲支持。好看吗？穿白色顶冠衫代表无政党色彩，媒体人吴美仁淡出政坛坛，20正式宣布投入明年立委选举，竞争台北市中正艋舺选区。互人想袂到的，就是无满民众党的前衫，而是以无党籍身份参选。吴美仁强调，家己无愿意互标签化，家己讲是万中选一党，要将人民的声音带入国会。我不是总批发，也不是总代理，所以每一个政党的理念，我认同的是它单一的议题，请不要把我包裹式的丢到一个人的身上。针对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感谢团结成绩邀请入党，吴美仁表示，甲各党派拢有联络，伊重视议题，临时政党，对甲白色力量合作无用过公司。另外，选择中正艋舺关键，吴美仁回应，为疫情开始关注，互这个区域的复杂度甲特质吸引。因为立委林昌佐放弃连任，拿了各自布局争夺席次。那国民党用党来初选，已经表态参选的市议员张小平认为，吴美仁参选对民进党影响较大。他长久以来是偏向绿色嘛，所以我觉得吴佩益的票影响大一点。国民党我觉得影响比较小，所以他的参选对于国民党最后的胜选啊，国民党不管提名谁，我认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觉得高知名度来参选，一定是各个政党啊、不同的世代，这些选票一定都是有它的吸引力。所以对我们来说，还是回到我们在这个区域过去我们的努力，然后呢，我们如何跟地方的年轻朋友一起来讨论我们未来要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是最重要。有议员争取民进党定调的吴派益，表示家己伫地方打基础几啊年是伊的优势。同款互看作是入门参选竞选，民众党立委邱新冠指出，依照家己的脚步行，中正艋舺选区会加做三脚督也是四脚督的局面引起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占地3000多平的民生社区延寿国体 J 区的海沙厝盗经案，经过10多冬的参详，这个盗经案伫今仔日动工。台北市长蒋万安伊强调讲，如何无同意盗经，拢是因为对流程、对法令无啥了解，所以市府即马会建立协商平台，互盗经的速度会当更较紧的。第一招开工顺利。伫安全部台北市长蒋万安亚山挑磕头，祈求工程一切顺利。为伫台北市民生社区的延寿国体这区海沙盗经案，经过10多年的盗经过程，再去举行动土典礼。都很多次的协调，这7楼呢，海沙屋我们自己都还要修理。会担心啊！你的房子久了，地震干嘛？有的会龟裂干嘛，就会心惊胆跳的啊。延寿国体这区是延寿国体系列中规模上大的盗经案，更新的范围超过3000平。重建进程是7站 RC 建物社区。关注户有336户，伫1995年经过鉴定是海沙屋。伫权利变换计划核定了后，有关有部分无同意户表示，对权利变换分配权达有疑虑。考虑海沙屋有迫切更新的需求，市府也介入协商。报核的时候，大概有5户不同意户，这个实施者来申请代为拆除，后来终于达成了共识，所以这个案子最后的今天的成果是100%，基本上都是同意。公办都更7599的专案，还有都更5件，透过降低门槛、法律的放宽、加速通关等等，来整个提升我们都市更新的速度，也增加民众愿意参与都更的意愿。
这个案经侦了后，会兴建地上21层、地下4层的建筑量体，其第4khu围老式跨度6公尺以上的人行道，阁有大面积景观实在甲照明。主办案也强调，住户无同意途径，多数拢是对途径的流程甲法令无了解。市府会建立良好协商沟通平台，加速途径速度，提悬住户参与途径意愿，缩短途径时程。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海局势紧张，加上即马全世界经济嘛无啥稳定。中经院是有估讲，咱国内的经济成长率会是2.01%，这是比去年12月份预测的2.72%，搁降0.71个百分点。也毋过，目前咱国内的消费有增加，防疫的管制措施嘛拢已经放零，所以经济成长的模式有可能会变做内底是拉拢小外口冷的状况。因为地缘政治愈来愈紧张，全球经济问题疑虑也未消透，2023年的挑战愈来愈大。中经院预估，2023年国内经济成长率是2.01%，比去年12月份预测的2.72%，大幅度降低0.71个百分点。那下修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大环境的关系，比如说像俄乌战争啊，或者是通膨啊，或者是升息。那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使得整个投资的动能下降，以及贸易的部门动能也持续下降。中经院表示，受到全球经济景气成长较慢的影响，互台湾今年头一季 GDP 的成长率出现负0.89%，连续2季经济负成长。加在伫4月份已经确定今年头一季是这波景气上低的时间点。不过，甲经济成长的走势来比，国内民间消费因为解禁、甲管制措施开放有增加，成长模式呈现内温外冷。就是说，消费这一块的话，它的贡献大概有2.08，那投资这边大概是0.08。从这些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今年整个成长的动能会来自于国内的消费。人力银行的调查嘛发现讲，虽然边境已经开放，不过外销的厂商甲内需的公司对顶半年的景气也是呈现无同的看法。各大产业伫咧引人的方面，第二季是属于内热外冷。征才的一个部分呢，属于这个内热外冷也就是外销订单现在持续呈现这个出口衰退的一个这个状况，但是在内需的一个部分从这个边境解封以后到今年廉价效应、报复性消费的力道被看好，内需厂商征才的意愿会是比较高的。也若伫人工智慧 AI 渐渐普及的情形之下，企业大部分认为讲，目前的工作机会差不多有27%的消失，其中各以卖票员、作业员、人客服务人员的冲击上大。人力银行表示，为无人的店头、无人车、无人机等等的企业，自动化、人工智慧已经冲击到劳力密集的资本密集形态工课。这嘛代表蓝领甲白领阶级的劳工，拢需要注重这场进行当中这场的革命。记者综合报道。5一劳动节咧要到啊，各界即马拢真关心劳工的议题。有关劳工过劳的问题，国民党的智库国政基金会伫今仔日就积极讲，咱台湾是即个薪水成长是有敢若无咧。毋过呢，工作时间却是全世界第4悬，咱台湾已经成做过劳之岛。国民党团嘛表示，35岁以下的食头路人，平均一个月薪水无够4万块，加上即马通货膨胀钱阁变薄，想要欠钱是真困难，要求政府毋通继续激放放。5一劳动节进前，国民党智库国政基金会20召开记者会，批评台湾劳工面临工时长、过劳甲薪水低等等的问题，提出少年世代放弃在业甲一般的工课，改做外送员。不过，原本劳工的保障、福利甲安全煞拢无啊，交通事故还阁一直增加。台湾工时是全世界第4悬，已经成做过劳之岛。过去10年还是有1.4周就有一个人因为过劳而伤病、失能或死亡，平均2.5周就有一个人因过劳而死。那台湾1例1休经过2届修正，不过实际上薪水的成长率扣除通货膨胀了后，在野党质疑效果有限。主计总处顶日公布，少年人失业率悬，首都台北市连续5年占上济，还有青年薪水低的问题。国民党立委谢宜宏讲，35岁以下逢请的人，平均的月薪无甲4万块，加上通货膨胀、甲租金起等等的冲击，想要欠钱根本是无比严峻过。39岁以下的劳工平均存款是12.4万元，是来到了5年来的新低。
他们希望能够善用这个1.33，让自己的薪水更高一点。所谓的工时改革，它所里面设计出来一些诱因，反而会是诱使劳动者选择更长工时。5.1行动联盟19已经预告，朝政府执政8年，包括劳工的薪水、所得工时等等劳工的政策拢无及格。5.1劳动节会去凯道游行，按算差不多会有4000人来参与。国民党团呼吁政府伫咧青年薪水甲欠钱的问题，应该要有更较侪作为。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阻挡票贩啊，塔关价卖艺文表演票，也是演唱会的票，立法院伫今仔日是审议文创法部分条文修正案。文化部长是表示，总共是用票换票，也是用物件换票，只要在过程中有趁到钱有利润，安尼就算违法。未来卖加入检举有奖金的机制。伫疫情过了后，真侪艺文展演陆续举行，也毋过煞有演唱会门票，互黄牛卖到数十万，甚至超过8万，也互各界关注阻止黄牛的相关修法进程。它的最高票价是8800，你罚最高50倍，也才44万。他一张就赚100，就卖了114万。票面价格或者是不当得利的这个裁罚基准是重点。以物易物算不算也是一种形态的黄牛？只要他因为转售而获利，都是黄牛。穿着清凉跳舞，甚至要求性行为，应该是黄牛，而且甚至不只是黄牛的裁罚吧。立法院审议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部分条文修正，文化部长苏德认为，以票换票、以物换票等方式，只要因为转卖来获利，拢算黄牛。未来袂伤过强制，也毋过会鼓励业者采用实名制。安怎来处地处罚？立法建议中央地方警政单位拢爱独立，也爱有民间的奖励机制，让吹哨者来做一个举发，我觉得那个成效才是会比较好的哦。初期了。我们一定会设定一定的检举奖金啊，来鼓励这个举发的收证。YG 的总资产163亿，甚至于是防弹少年团的经纪公司市值有2000亿台币，这个规模在台湾可能都是类似电子业，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这次文创法修正之后，可以引入更多的活水跟大型企业的商业思维跟资金。另外，台湾敢会当打造像K park同款的韩流，文创院当做蔡家俊认为，至少要10年的准备，才会当达到一定的型。另外，文创法中增订文创投资会当拄减税的相关规划，主法有计伫公布施行了后的半年来推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昨昏是华沙犹太起义80周年。德国总统是正做头一个伫纪念仪式顶头发表演讲的德国元首。致辞的时，伊是请求外界原谅德国犯下罪行。伊嘛讲，当年纳粹对犹太人粗残的对待，就亲像即马俄罗斯去入侵乌克兰，意思是同款的。所以伊嘛批评普丁违反国际法。Ich stehe heute vor Ihnen und bitte Vergebung für die Verbrechen, die Deutsche hier begangen haben. 德国总统斯坦迈尔19和各国的政要聚集伫波兰的首都华沙，出席华沙犹太起义仪式80周年的纪念仪式。伊是头一个伫仪式顶悬发表讲话的德国元首，除了对当时德国的暴行请求大众原谅，嘛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丁伊入侵乌克兰，佮甲迄当阵纳粹亲门大户欧洲的这个行为同款。Wladimir Putin hat mit seinem völkerrechtswidrigen Angriff auf ein friedliches, demokratisches Nachbarland diese Werte verhöhnt und die Grundlagen unserer europäischen Sicherheitsordnung zerstört. 华沙犹太起义是伫1943年，犹太反抗组织伫华沙的犹太区对纳粹德国发起二战期间大规模起义，虽然上尾也是失败收煞。不过，方认为是犹太人历史上上界大的历史事件。华沙起义有超过13000的犹太人死亡，大多数方野的犹太人，方转移到去死亡的集中营。迄时阵活落来的人，虽然讲感谢当时苏联军队的救命之恩，不过完全无法度认同即马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Będzie mi towarzyszyć do ostatniego dnia mojego życia, ale czy mogę być obojętny? Czy mogę milczeć, gdy dzisiaj armia rosyjska dokonuje agresji na
以色列总统赫佐格表示讲，抵抗运动和后世会当会记得这段历史的可怕，嘛互波兰甲以色列之间的对话和两国人民友谊来提供平台。赫佐格、斯坦迈尔，还有波兰总统杜达三个领袖做伙来替以色列建国75周年举行纪念徛牌的仪式。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继续关心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北韩的媒体伫19日时是对外曝光，北韩头一粒军用卫星已经打造完成，而且会照时定来发射。日本对此是表示，中共真正发射会对日本造成威胁。北韩官方媒体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北韩第一粒军用间谍卫星已经制作好势，并且只是照日期发射，但是并无讲是多一天。金正恩19顺时过国家航太发展机构了后宣布，已经下令发射一粒军用间谍卫星。这粒卫星将会当收集包括日本加南韩的国防资讯。日本官方长官松野博希对此表示，就算北韩讲是卫星，因果若是利用弹道飞弹或者是弹道飞弹技术发射，就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对日本的安全保障来讲是重大破坏的行为。伊也批评北韩的行为对日本地区加国际社会和平安全造成威胁。日本无法度用点，会继续收集相关情报进行分析。南韩的学者讲，美韩峰会后礼拜就要举行，北韩是想要得到上大政治回应。It appears that Kim Jong-un has determined their technological readiness to deploy a spy satellite and may launch it before the Seoul-Washington summit to get the biggest political response out of it. 北韩顶一遍发射火箭到太空已经是7年前的代志。迄当阵发射一粒观测卫星进入轨道，专家预测这边发射卫星是升级版的，将会号名叫做“光明星5号”。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译。苏丹内战战5天了后，昨昏武装团体快速支援部队和政府军是达成共识，讲要停火，一停24点钟。就算快速支援部队 RSF 加政府军两边拢宣布，19暗6点开始连续停火，不过首都克图姆也是一直听到爆炸的声音，加看到导火。伫前一天18，同一日时间同款的宣布，不过双方也是同款继续战斗，真侪百姓冒着性命危险逃离家园，无走的人拢秘伫个厝内，就算即摆无通食，也唔敢出门去买。Ceasefire, honestly, we're in doubt about it as citizens, and no one really feels that they'll really keep up their ends of the bargain, both sides. I've witnessed military helicopters and planes flying around. 这么人伫咧克图姆的医生联合会秘书长阿提亚讲，停火协议生效了几点钟久内情势有较缓和，市中心有一寡零散的冲突，也无法度保证医护人员甲救护车出动时阵袂有危险。病院因为战争受损，医护人员身心拢真忝，医疗用品也即要用掉啊。有真侪士兵抢商店、抢过路人，有外交官甲连路救援者无法度离开。Even if you can make it through all these checkpoints and through bands of criminals or RSF or anyone that wants to appropriate what you have. 联合国讲，伫咧过去5天有要甲300人被杀害，不过死亡人数可能会更加多，因为路的还有真侪尸体无人处理。这嘛，国际社会对苏丹的内战拢无在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已经变面的两边的军头，现任政府军总司令伯汉，也有 RSF 的达加洛通电话。支持苏丹政府军的埃及，也有甲 RSF 关系密切的沙特阿拉伯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拢希望双方互相体谅。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加拿大15万的公务员伫昨昏发起罢工，这嘛是加拿大30年来规模上大的罢工，是因为通货膨胀，抗议通货膨胀要求加薪水，不过尾也讲无成。那英国第3月份的时，因的通货膨胀率超过1成，等于啥物物件拢贵10%，这是比美国和欧洲更加严重。这个标语通膨影响每一个人，讲出这摆大罢工的原因，也是工会上主要的诉求。加拿大通膨去年6月来到上悬的8.1%，今年3月有较降到4.3%。政府的税务人员要求政府3年来调薪30%，其他部门员工要求3年来加薪13.5%，也是年加薪4.5%以上，以支应生活开销。不过政府会当付的只有3年来加薪9%，造成单破破局。The increases that they're offering us are offensive.
they're not keeping in line with even inflation. 过去几个月来，公务员联盟甲政府谈判，终期尾无法度伫预定的最后期限18暗达成协议。全国总数1/3，超过15.5万的公务员，19伫全国超过250个据点发动罢工，有计会影响公部门经济服务。为报税到换生活条件，加高顶一摆出现这样大规模的罢工是伫1991年。另外，因还佫诉求，晚期里上班佫较有弹性。疫情期间，大家拢关系啊，中回办公室佫有新聘人员，座位也无够。另外，伫欧洲、英国的胖以创纪录的速度起价，互人食袂消。国家统计局表示，胖5个年通膨率是19.4%，是1989年有纪录以来新高。到3月，食品计销规年期19.2%，也是45年来上悬起伏。那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提升到高过预期的10.1%，虽然比2月10.4%较低淡薄，也毋过英国说是西欧唯一通膨来到2位数的国家。Although our core inflation is marginally higher than other countries, Germany, for example, has higher food price inflation than we have. So this is a common problem that we're all facing. The UK is on the right track. To focus on bringing down inflation. 经济学家表示，英国通膨维持这么高，是因为遭遇强大的能源冲击，加欠劳动力。英国比真侪欧洲附近的国家更较倚靠天然气，也受到俄俄战事能源计销器的影响。另外，也因为低失业率加欠人力，造成薪水大增长，刷油源对袂着无价起的脚步。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法国政府推动年金改革，英国内出现罢工示威，即马是还未收煞。有一个叫互人叫做法国地图人的查甫人罗伯特，昨昏就无穿任何安全装备，爬起哩38层楼悬，要表达反对年金改革。伊嘛要求法国总统马克宏赶紧进行。拢无穿任何安全装备，外号叫做法国地图人的罗伯特，敢若用手就开始爬这栋外墙拢是玻璃的商业大楼。伊要到61岁啊，讲要用冒险生命行动支持伫咧路的抗议年金改革的民众，叫马克宏赶紧整醒起来，脚踏实地。49.3, c'est l'arme magique, hein. Tout le monde est contre, allez, on fait passer en force et puis tout va bien. Donc en fait, ce que je souhaiterais dire, c'est dire à Monsieur Emmanuel Macron de redescendre sur terre. 罗伯特骹手正溜咧，看伊打一个扣一个，虽过爬几落层楼起哩，也毋过38层楼悬，也是替伊担心。法国年金改革法案伫最近正式生效，法国公民的退休年纪自62提悬到64岁，真侪所在拢有游行示威，罗伯特要站出来参加。Un ras-le-bol des Français. Hein. On est dans une conjoncture extrêmement difficile où tout coûte une fortune. 罗伯特过去就爬过全世界各地真侪有名的大楼，包括台北101、杜拜哈利法塔，还有法国的埃菲尔铁塔。但是其中有真侪是无经过申请的非法行为。伊讲年金改革通过，表示伊也该继续爬悬楼爬真久，才有法度退休。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国内地方的消息，来关心新北市淡水一大公寓，昨暗11点外火烧厝，一口走8个人，有4个人不幸死亡，上细汉的敢若4岁。消防人员即马是初步研判讲，有可能是客厅的生命导火。接到救灾通报，消防人员随即出动，到伫无远远的所在出现乌烟，公寓徛街庆祝火光，消防车陆续赶到现场，布水线灌救。这火很大呢，那个火烧起来那个从我们就那边3楼看过去后，火好大。赶快来这边的啦，就心里就很胆，因为火烧真的很要紧。听到消息了后，死者家属真歹接受。事发到伫新北市淡水一个公寓3楼，19暗11点外突然发生火警，一家8个人受困。虽然火势真紧控制，也毋过人防救出来时阵，已经有4个人失去生命现象，包括细蛋厝主的母亲甲厝主的4岁囡仔。我就在客厅，那因为民众都躲在卧室以及后方的阳台层，那因为这个客厅的火势剧烈，所以民众不及逃生。
高等区事发地点现场已经围起封锁线，徛在明显会当看到火灾分子，几个所在烧甲乌麻麻，拿出来大部分是插座的架景，火势炭烧真紧。消防初步判定，导火点技术是瓦近大门的客厅是明道，也安尼阻断一家人逃生的路线，也毋过详细关键有还有待毁掉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一寡介意开车的少年家，3更半暝拢无爱困，会走出去陪车。桃园着风批评是陪车的天堂，搁吵搁危险。桃园市政府即马表示，对6月份开始，伊要启动下局处的联合执法，要伫50个所在加强处理。改装车产生的噪音妨害安宁，引起民怨。有几个议员就质疑讲，桃园市的科技执法设备无够，互市民是强要记载袂调。桃园袂输变做是陪车的人的好所在，因认为应该严格来处理，加强裁罚，而且增加科技执法的设备。只有11台这个科技执法，那预计在今年年底新增1台，所以总共12台。但是桃园有这么多大条的马路，我认为根本不敷这个使用。希望我们环保局针对于相关的法令的部分，能够跨局处的跟我们交通部跟相关单位做反映，就改装车及噪音车的罚则能够提高。这张给你，7天后抽伤有举证。报名做临检，检查改装车，针对几个议员批评效果歹，环保局回应讲，为6月份开始，会推动检讨计划，启动下局处联合执法，针对桃园市50个较会出现陪车的人。还有车辆噪音的热点来加强稽查，为原本1礼拜3届扩大到每1天。经过这个镜头专案，我们每天都会来进行这个稽查的动作，扩大临检，警察局跟环保局联合来做这个稽查。那另外经发局的部分，我们对这个汽机车的这个改装业者的辅导或者是查核。环保局表示，桃园106年到111年，拢总甲14927只车做临检。各发的有8420只，裁罚的金额是18328500块。今年1月份至3月份，嘛加536只车临检，350只有告发。未来除了持续强化噪音车辆管制作业，嘛会向中央反映修法，加重罚则。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铁环岛铁路网，目前敢若剩花莲台东，还有南回铁路是单向的铁基路。为着要改善铁路的交通运营，台铁即马是宣布讲要启动东部铁路花莲到台东112公里长的双平铁路电气化工程，按算伫民国116年的10月份会当完工。交通部长王国材20前往台东主持花东铁路台东到日本段双轨电气化工程动工典礼，正式宣布启动花东铁路全线双轨电气化工程。目前台东到台北受到花东线单轨铁路的影响，每点钟会当开出对号列车只有2到3班，定造成北东线真歹买到票。铁路局表示，花东铁路全线有162.5公里，其中112.6公里是单轨路线。为今年开始，每分6个区段时间，一旦双轨化完工，那会当增加每点钟5个班次，缩短花东行车时间1.5半钟，也会当导入更较侪列车车厢，提升运量。王国材讲，会督促台铁伫116年10月完工通车，也要提升安全系统，包括设备跟系统全部都改用最新的设备和系统。这是一个里程碑，那我们期待是在116年的10月就可以完工哈，然后让这个花东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铁路的基础设施。扩成2线以后，我想不只是台中县后山。是对全台湾人民非常的有帮助。王国材强调，伫花东线双轨化工程施工期间，台铁新买的列车也一一导入东部行驶，提升旅客运输能量。另外，南回铁路也正在进行双轨化可行性评估，未来希望会当缩短东半部铁路行车时间，高雄到台东1.5半钟，台东到花莲也1.5半钟，搭配高铁完成全岛6点钟环岛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因为无焚化炉，本所拢无抵消。官府伫2020年时有甲台泥合作起水泥窑，2021年动工。因为热热时，通常拢是花莲旅游的大月，本所量卖大增加。这个水泥窑就是利用烧本所来取代烧燃料，所以打算伫今年的热天7月份的时，要升气运转。
这是花莲秀林和平村的大年园区，特别员工的建筑体就是台湾第一座利用烧粪扫取代燃料的水泥窑。原本整体工程预计要伫明年2月完工，不过气化炉设备已经完成80%，上紧伫暑假进前，就要来甲试运转。因为这个倒是所谓的部分验收，我们希望争取在短时间之内，我们6月份先开始投垃圾后，7月初开始试运转。根据环保局的资料，花莲每天的粪扫量是174吨，大部分拢是甲送去宜兰基里港的焚化炉处理。不过，从2020年基里港检修了后，花莲的粪扫就加变真侪，总已经累积到8万吨。地方5万公这个水泥又会当今的完工。除了我们现在每天产出的家用垃圾以外，未来对于我们已经打包的垃圾如何去去化，希望可以赶快进场。环保团体讲，花莲粪扫的分类甲客渣无够点定，相关的塑化物甲喷拢全部入去水泥窑，安尼对设备有伤害。厨余可能会有气爆的风险，那最关键的东西其实就是含氯的垃圾。环保局的机制里面都只有破袋检查，那个破袋检查就会没有办法完整的去做筛选。另外，台年即马干那收一般家庭的粪扫，对这个事业废弃物是无法度处理。环保局表示讲，花莲伫旧年宣布这个事业废弃物有48786吨，若是有代替燃料品项，会当照废弃物清理法经个案的方式，搁再来申请。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蛤蟆是咱台湾重要的水产，过去拢认为讲咱台湾的蛤蟆唔是野生的，就是养殖的，而且拢认为源头是对日本来的。也毋过即马，咱的水试所有去调查，而且佫专工去做 DNA 鉴定，发现咱台湾蛤蟆是正港的台湾品种。大家拢知影，蛤蟆是国内正重要的经济水产。从较早以来，大家拢掠准讲，国内蛤蟆是伫日本时代所引进的日本蛤蟆，也就是中文所讲的利文革。但是水试所受委托去调查甲复育淡水河蛤蟆的时阵，所拢找无日本蛤蟆这个品种，所以因家掠到的蛤蟆摕去做 DNA 鉴定，才知影咱的蛤蟆毋是日本蛤蟆，那呢伊的身世又个是虾米咧？在大概花了2到3年的时间去爬梳他们的我们这个东南亚地区的以及亚洲地区的文革种类。我们从最早文献开始发现到现在，大概已经做了将近100年了。这个新发现完全和咱100年来的认知拢无同款，研究人员也正详细谨慎去比对蛤蟆的壳、花草、起槽等等去进行多变量的分析，才确定伊是新品种。伫咧淡水河发现这种新品种的蛤蟆了后，进行全台湾的扩大调查。确定这种蛤蟆伫咧台湾北中南，也有东部拢有分布甲养殖，嘛改号名叫做台湾蛤蟆。这些全部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跟在淡水河采到的是同样一个物种，所以后来我们才决定说，因为这个以在地就是在台湾发现的，所以我们才命名它为台湾文革。新品种发表了后，佫开始当才通过审查，刊伫咧国际期刊。这个新发现嘛，修正咱要1世纪以来的错误认知，嘛证明咱国内的蛤蟆是台湾的本土品种，研究人员也真欢喜。不过，伊嘛烦恼讲，宗教团体黑白放生蛤蟆，可能会互无共品种的蛤蟆和台湾在种的蛤蟆杂交，造成基因乱做一伙，安尼恐惊会破坏咱珍贵的台湾原生种。记者综合报道。空间出版社也自然科学课本内底写华文的土豆讲马铃薯，因为这是中国的用语，有引起侪讨论。出版社有出声明，是回应讲课本安尼编排，是为着要互学生囡仔了解讲，一款物件其实就有几种讲法。那这个事件嘛，引起大众咧讨论，关心讲即马真侪少年家，因为爱看网络、看影音，会去用社交软体，就加减会去接触到中国的用语。这对咱台湾文化发展有啥物款的影响？同齐来关心。空县国中1年下学期的自然课本写华语的土豆就是马铃薯，引起侪讨论。看教育部的词典，土豆确实有收马铃薯的意思。教育部长潘文忠也出面解说。主要分成2大类，一个就是适合在中小学学生学习或教科书编订，另外一个是比较适合做学术研究。出版社这边所引用参考的是这个比较属于研究型。这个事件也让人关心，部分台湾人开始以视频代替影片，质量代替品质等等，以中国用语代替台湾惯习用语。这些小朋友现在接触抖音什么之类的，就其实都知道这些，所以没有必要这么较真。有时候讲中国用语的时候是一个幽默的感觉，我会觉得蛮好笑的。还是要区分出来哪一些是台湾，哪一些是中国。
保共学生对中国用语的接受程度拢无同，学者表示，台湾甲中国拢接使用中文，难免会受到影响。虽然两边的用词一定互相影响，但是为了文化主体性，确实有需要区别。中文毕竟是即马台湾上普遍的语言，中文的用词甲中国要哪区别吼？其实讲是真困难，至少爱做到动中求异。教育部即马有词典吼，伊即马词典伊上无嘛，踮咧词典顶悬讲互清楚讲这是中国的用词。学者指出，语言是文化上重要的载体，但是台语会使伫台湾普遍，语言参中国有分别，自然较袂受到影响。但是这也牵涉台语爱正常化，真做日常生活当中的语言。学者建议，政府会使成为公家单位，自然提供多母语服务开始。记者郭张随台北报道。下晡通天下来看，要健康就爱运动。若有伴运动起来才动会久。澳洲南部的塔斯马尼亚就有一个慢跑俱乐部，一开始是敢若8个人咧走，毋过3年落来，即马愈走愈大阵，成员已经有500个人。全好势啊，准备要出发，一个人看到来参加这1礼拜1的慢跑活动。Andy, welcome along. Tonight we are doing the Domain Run. 这个伫澳洲东南部塔斯马尼亚首府荷巴特的慢跑俱乐部，每礼拜四固定办慢跑活动，也无到3年，已经自原本的8个人，到即马已經超過500人。Our first run was in October 2020. We had around 8 people, mainly from the hospital, which was a hospital crew, and that initial 8 people has grown into what you can see here, which is upwards of 80, 90, 100 people. 这个俱乐部会这么受欢迎，主要就是慢跑的方式正自由无压力。慢跑完了，大家做伙坐来开讲，是正健康的交友平台。There's simply no judgment. Everyone runs at their own pace. It's just so nice to have like a ready-made group of people that you can just catch up with, do a bit of exercise, have a drink. Just meeting really nice, genuine people. 俱乐部的成员每个捌经历过一段人生的低潮，有一边伫社群顶发现这个慢跑俱乐部，就决定要参加，用慢跑重新调整家己的人生。I went from coming to my first run in, I think it was December 2021, to running my first half marathon in September 2022. 俱乐部每礼拜不管是靠风透雨，拢会慢跑，而且欢迎新的朋友参加。创办人安迪讲，逐礼拜伫慢跑的时阵，看到一寡老朋友，心情就真好，也希望这个大家庭会让伫咧荷巴特继续慢慢走落去。公司新闻金焕庆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同齐来关心下半晡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是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2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2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有29度。外岛18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祝您平安顺心。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